之前2集介紹咗我哋喺溫哥華嘅吃喝玩樂嘅地方，而呢一集呢，就要介紹2日1夜去維多利亞島玩嘅行程。你可以選擇自己租車，亦都可以跟團。我哋就冇租車，所以就覺得跟團比較平同埋容易。去溫哥華玩呢，一定要去一下 Victoria Island。喺溫哥華建立之前呢，維多利亞呢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港口。呢度呢都曾經係英國嘅殖民地，而呢度都係加拿大哥倫比亞省嘅首府。去維多利亞最好嘅方法呢，就係坐渡輪，而呢一個渡輪呢，係連車都可以上去嘅。渡輪嘅速度唔會好快，所以好穩。去維多利亞大概就係90分鐘左右嘅。船上面呢，有小餐廳可以買嘢食，亦都可以出去唞下氣睇下風景。第一個站呢，就係叫做 Mile Zero， 呢度係加拿大國家公路嘅起點。而呢度呢，就有一個紀念碑同埋雕像呢，係紀念一個叫做 Terry Fox 嘅人。佢係因為有癌症而要截肢，但係依然發起咗希望馬拉松。最後呢，呢個年輕人因為病入膏肓呢，係最終冇去到呢個 Mile Zero 嘅終點。之後呢，途經唐寧街睇到翻壇里，呢度淨係得一個3尺闊嘅一條巷仔。之後呢，我哋就去咗最有名嘅維多利亞內港區、加拿大建國百年公園同埋省議會嘅大樓。皇后酒店 Fairmont Empress 係呢度嘅地標，因為呢個算係喺呢個城市最古老同埋有名嘅酒店。寶翠花園 Butcher Garden 係維多利亞嘅一個著名景點。呢度呢係一個過百年歷史嘅花園，一年4季呢都有唔同嘅花，每一年呢都吸引咗世界各地百幾萬嘅遊客嚟參觀嘅。呢度呢有美麗嘅庭園啦、噴水池啦、浪漫嘅玫瑰園、露天劇場、傳統嘅日式花園、英式餐廳等等。我哋好好彩喎，竟然誤打誤撞呢入咗去食呢度嘅英式嘅下午茶。基本上呢，就應該係要提前預訂係比較好嘅，因為當日去到係未必會有位。喺呢個咁靚嘅花園度呢，食一個英式嘅下午茶真係幾寫意嘅，食物同埋服務都唔錯，值得推薦。日落嘅時候呢，導遊就帶咗我哋去呢個叫做 Tommy Peak， 風景同日落都一流啊！第二日，我哋就嚟到呢個最重要嘅景點馬拉哈特天空步道 （Malahat Skywalk）。呢度係一個喺疫情期間誕生嘅新景點。遊客首先沿住呢一條600公尺長嘅高架木棧道穿越森林。呢段路好平，適合男女老少。之後呢，就會睇到呢一座有10層樓高嘅螺旋塔觀景台。大家可以沿住呢條螺旋走道慢慢上頂樓，其實都唔會好辛苦，沿途嘅風光都唔錯嘅。觀景台頂樓呢，就可以睇到有360度冇死角咁欣賞美國同埋加拿大兩地嘅山脈同埋海灣。喺頂樓呢，仲可以搭返呢個螺旋滑梯落返去地面，我就足足玩咗2次。
臨走之前呢，我哋仲去咗2個小鎮，第一個呢就叫做登勤市，又叫做圖騰之城。呢度呢就有好多原住民嘅圖騰柱雕刻，仲有世界數一數二最大嘅冰球棒。第二個地方呢，就係叫做壁畫鎮舒美尼斯 （Chamainus）。呢個小鎮呢係以壁畫嚟記錄歷史。小鎮為咗生計咧，就請咗世界唔同嘅畫家嚟到當地畫壁畫，就令到呢個小鎮咧變成一個新嘅旅遊景點。最後呢，我哋就再次乘坐渡輪呢，欣賞住沿途嘅風景，慢慢咁返返去溫哥華啦。咁今次就係咁，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